来关心上新的消息，就是台东的成功镇昨昏半暝啊发生一桩严重的车祸，有2台车相撞，造成1个人重伤，4个人轻伤。2台车的车头是弄甲密密麻麻，那车祸的原因，即马也在厘清。 一个掉伫咧车内，驾驶敢若是正痛，一直发声。警察人员伫咧现场想办法要甲伊对车内救出。台东县成功镇初7下10点外发生2台车相撞意外，一台轿车甲一台厢仔车伫咧经过第11线119公里，大概是嘉平4号桥甲5号桥之间，北往往海华附近相撞。 警消出动4个分队，各种车辆6台，总共10个人来救。2台车的车头弄甲真严重，零件压到规涂骹，还有1个人掉伫咧车内。现场为2台轿车发生交通事故啊，1名患者受困于车内，这样子，左脚骨折的情形。那现在总共有几名伤患？加2辆车总共是4名伤患。 好佳在受伤的人拢被救出，分别送到台东马街病院加台东基督教病院。 受伤的人内面有一位敢若是新加坡籍，警方讲车祸的原因也搁伫咧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当在关心天气。